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又同春麗帶大家嚟睇一個非常之有性價比嘅兩房，喺成個三期裏邊揾唔到比佢更加平嘅，應該係。對，唯一。而且我們這個南區的話，可以看得到，它遠遠都生活在公園裡一樣。我現在是處在1樓的位置，經常看得到小朋友呢，他們會在這裡玩耍。即係呢個小區嘅入住率係非常之高嘅，因為佢所在嘅位置咧非常之便利嘅。往旁邊行啦，去商業街；往呢邊行咧係去菜市場嘅，非常之方便一個小區，而且入住率係非常之高。阿德，你知道嗎？旁邊還有就是這個過去是7號樓那裡還有一個網球場。仲可以有運動場所嘅嚇。即係如果喺度入住嘅話，就唔使擔心玩嘅地方啦，同埋去行街嘅地方啦、運動嘅地方啦，都係有嘅。說到這麼有性價比的，我們趕緊上去看房。好嘅，即刻去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又同春麗帶大家睇靚單位，非常之具有性價比嘅筍盤。可以看一下這個園林景觀啊，雖然樓層不高，但是很親民啊。有個雀仔企喺度呱呱叫嗰時咧，你可以睇到嘅，但千祈唔好打佢。你打他，他要捉你。會犯法嘅，嗰個係違法嘅嚇。咁言歸正傳啦，都係睇翻我哋嘅呢個靚單位啦。依家喺佢陽台位置望出咧，係睇到成個景區嘅，即係園區嘅園林綠化啦。望遠啲可以睇到山嘅，有山景，非常之舒服。可以看得到我們公司阿德德佑兩個字。德佑就係我哋公司啦。咁呢個係陽台位置，再睇翻佢入邊成個內籠係點樣嘅。他就沒有把洗衣機放在陽台，應該放在那個小陽台啦。的確係啦。咁家具比較簡陋啲啦，但佢係唯一做得比較好就係客廳都裝咗空調嘅。但係都可以用嘅。係完全可以用得翻啦。居住嘅生活痕跡係有啦，即係業主之前都係長期喺度有自己居住咁樣嘅。佢有2個雪櫃，一個大嘅，一個細嘅，細嘅放入邊。擺嘅嘢比較多嚇，可能你經常煮飯，所以用到2個雪櫃嘅。咁呢個咧係大嘅兩房嚟嘅，69平方大兩房。呢個戶型住起嚟非常舒服，因為佢客廳咧係會比嗰個67嘅開闊啲啦，闊落好多嘅。所以放翻個鞋櫃呢度都好闊落，而家睇落係。咁我哋再睇佢廚房啊、房間係點樣嘅。咁廚房咧就都係一樣噶啦。每一間兩房咧，佢哋都係咁樣一致型嘅廚房，帶生活陽台。生活陽台咧，業主已經做咗封窗處理噶啦。熱水器啦，爐頭係冇裝嘅。爐頭冇裝，下次自己裝個翻自己中意嘅嗰個。呢個係細房，細房擺張床就細啲嘅。到時可以換一個上架床咯。呢個完全係冇問題啦，都係有個落地窗，保證咗佢個採光啊，同埋有個景觀可以睇到。都係一個咁樣嘅洗手間，冇做乾濕分離嘅。到時嗰個洗手盆要換一換。洗手盆嗰度出咗少少問題噶啦。咁呢個係佢大房嚟嘅。主人房有衣櫃、有床、有空調，同埋都係有個好大嘅落地窗。咁樣睇出去咧，依然可以睇到園林嘅景觀㗎。都裝到防蚊網咯喎。係紗窗啦，全部有裝好晒嘅。採光很好，阿德。的確係，雖然樓層低啲嚇，但佢非常之具有性價比，同埋每一個房間睇出去咧，佢個採光都係 OK 嘅，完全係冇乜遮擋嗰一種。都是有衣櫃、有床頭櫃，還很寬敞，這個房間。其實這個房子呢，整體是沒有任何問題的，就是有生活的痕跡。重新油一油也就幾千塊錢。的確係，佢整體嘅狀態保養得係非常之好嘅，佢冇話咩牆身嗰啲甩落啊咁。雖然樓層低，但佢極具性價比。即係如果有觀眾朋友想揾一種兩房又要性價比嘅，咁呢個單位就非常之具有參考性㗎，因為佢嘅價錢真係超筍，成個三期你揾唔到一套比佢更平嘅兩房。25萬3， 25萬3就可以喺3期海逸灣南區買一套家私家電齊全，只要需要搞個衛生就可以入住嘅兩房啦。幾乎拎包咯，基本上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嘅。咁有興趣嘅觀眾朋友可以隨時點擊我哋嘅頭像，加我哋嘅二維碼或者加我哋 WhatsApp，甚至直接打電話聯繫我哋都係冇問題嘅。
到現場來體驗一下，係啦，空氣還是很好的。的確係嘅。咁呢個單位我哋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